每一年的4月初7是台南市的言論自由日，今年是以唱為主題，要用音樂來傳送理念。台南出身的歌手阿佳用音樂來為活動起鼓。台南市言論自由日上早是2012年，由當時做市長的賴清德，為了紀念鄭南榕追求100%言論自由的精神，大聲定的。言論自由真正要保護的是讓人民可以講真話，可以表達不同意見，可以監督權力，替弱勢發聲。唔但用音樂，也有裝置藝術，要用各種形式來傳達言論自由內涵。今年的主視角是以拉里錯人啊為意象，希望台灣社會恬靜的聲會當被聽到。珍惜這份、守護這份得來不易的言論自由，我們也期待各位好朋友一起來。好，那言論自由跟言論的責任是一體的兩面，而且是缺一不可的。主辦單位今年嘛聯絡政治經嘉義廳進行微型的展覽，和言論自由的議題走入民眾日常，展開更加多元的公共對話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